顶礼拜发布新增加10名台湾人去到中国所失去联络。另外，日本媒体联系版名呼结合香港接嫌犯攻击，背后可能是乌道的规划。昨下晡，杨明交代一名美国一位教授举刀去甲激航界伊的大细先抬死，目前嫌犯正在治疗，也无法度下口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就是中国呢派人来吸收台湾的地下钱庄业者，透过面册社群底下拍广告，吸收到这现有的这个军人来遮借钱，即甲因声讲呢，你会当用军事机密来堵销。涉案的军人包含着空军第6雷达中队、第2战术战斗机联队等等的单位。高雄高分院在今仔日宣判涉案的士官兵，依照涉漏军机罪，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咱国的军事基地内面有真侪精密的仪器、甲关键的资料，为了要防止有些人士偷摕，拢爱保密。不过，空军司令部所有军职人员因为去借钱欠钱，摕国家机密堵销被判刑。先透过招揽借贷的方式借款给现役军职人员，之后再以提供相关军事情报可以获取报酬的方式，借机拉拢、吸收该借款之军职人员加入组织。中国方面派一位王志勇吸收台湾的地下钱庄业者姓魏查某人，叫伊伫 FB 社群放借钱的广告，写迄寡想要借钱的军职人员，钱借因了一直甲因洗脑，叫因摕军中的机密来堵销。自2021年9月到2023年7月，每一遍不法的金额自10万到20万。检警也查出地下钱庄姓的业者，叫伊伫银行做实的小妹做白手。去高雄一间银楼，领中国用地下汇兑转来台湾的钱，红磡资金的流向。涉案的士官兵被判2年到8年半，姓魏查某人因小妹因为洗钱罪被判刑，伊家己是起步盗走被通缉，案件一个当上诉。海空雷达通信、作战管制还有像战斗机联队啊这些。重要的单位啊，更应该加强这一类的财务宣导。军事专家纪东文讲，国防部有真侪贷款加急难救助方案，因故有真侪国军总是认为要甲军方借钱较困难，顶多是向民间借钱。除了建议国军爱推送相关的资讯，也要注意军中涉及高度机密的单位，因为因是中国上准的重点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刘宇辉顶礼拜发布新增加10名台湾人去到中国所来失去联络，不过这中国国台办所批评讲，这就是假消息。刘宇辉强调讲，达赞代志拢是有证据的，而且咱的政府是有义务来提醒国人，若阵会当卖去中国，上好是卖去。另外讲到进前呢，这日本媒体人西班名呼获一个香港这个嫌犯攻击，背后真有可能就是香港的乌道伫咧规划。也风声讲呢，这副总统萧美琴本地要出席活动，可能是互对方锁定做攻击对象。啊，那有立委认为讲，就要赶紧来调查，但是这那也立委是认为讲，若准要改的做是国安战。需要更较侪证据。日本媒体人苏办明夫进前遭到香港籍线条的嫌犯攻击，幕后撤回乌手机事是香港乌帮传出副总统萧美琴原本也要参加这活动，最后因为行程调整取消。那立委烦恼萧美琴可能也是对方锁定的攻击目标。苏办明夫表示，这个案件不但针对台湾，也威胁全世界言论自由。这一拳绝对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如果他想教训我的话，不可能只打一拳，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恐吓、威慑让大家噤声，他是打给全世界、全台湾人看的。千不该万不该，就是用这种偷鸡摸狗的方式，去暗算在别的国家他们里面的不管人民、学者、专家、领导人，这是非常下流可比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治安事件，那是不是要上升到国安？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论点。议会指出，这个案事件升级做国安事件，政府按严厉谴责，将真相查到水落石出。南汇认为，要有更较侪证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表示，无将份任何维权集团的跨国联合行为，支持检警彻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炳阳宣布，迟早要展开封闭行程，因为伊被中共列为带头顽国分子，甚至翻到去美国和中共跨境定合。沈炳阳强势回应，绝对被括号在棍头之下。对台湾人而言，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通气，绝对不会因为拳头而屈服。我们该讲的话一句都不会少。
针对个人去中国风险监管，陆委会顶礼拜发布各增加10人失联。中国国台办15反驳，反倒拿批评咱编造假消息，破坏两岸交流。陆委会回应每一件代志拢有凭据，个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做生意，毋捌伫中国以外所在，遭到当地公部门普遍频繁无理的骚扰，强制性恐吓、威胁甲拘束人身自由。政府义务提醒大家尽量都莫去。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着检举，讲这经政署、关务署、海巡署和中邮等机关，甲厂商买上下班手份人民辨识机器，讲是这中国做的，说是打台湾的品牌。那有治安的风险，也是国安的看盘。采购上济经政署是强调讲，有记录的设备呢，已经全部停止使用啊，这些设备会交予司法部来做检验。上下班拍开设备也有生物辨识的方式，包括动手用人面辨识。但是拜三有立委指出，伊接到检举讲，内政部经政署、海巡署甲财政部关务署等机关招标采买的生物辨识拍卡设备，技术是台湾厂商摕中国相机下底的品牌 Amatura 的产品来打败。后续因甲台湾厂商的设备甲中国的产品送互 NCC 检验，认定是同物件。立委指出，像手印、人面拢是人事敏感资料，恐惊有治安甲国安的疑虑，要求采买相关设备的机关要全面清查。行政院的公文这个就写得很清楚了。公务用的资通讯产品不得使用中国的厂牌，而且不得安装非公务用的软体。对于敏感性或国安疑虑的业务范围啊，各机关自行认定。我认为这个部分有一点太过模糊了。立委嘛指出，治安署针对敏感甲国安疑虑的认定是互各机关去判断，嘛地属认定标准无同。伊要求针对各自收集的设备，应该要有明确规定，避免危害治安甲国安。治安署是表示会来研究甲标准定好清楚。若采买量上济的经政署是回应讲，目前有记录的设备已经全面停用。我们在采购须知上面也明定，不得为中国大陆制产品。那我们按照这个说明审查确认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再送请治安署帮我们确认。那如果说是厂商所提出来的文件的确是有跟是大陆产制品的话，那相关的部分的就是违反了所谓的采购法的规定，我们按照采购法办理后续的作业。在各自的部分，我们会研议来列入这个业务范畴的认定。那我们也想办法，就是让自行认定的这个部分，能够让大家更明确。经政署表示，有记录的拍卡设备无连接外部网络，初步判断无资料外泄的记录。若针对认定标准无同的部分，经政署讲会进一步来检讨，要求所属的机关要按照采购法甲行政院函释的相关规定来做。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高雄警方接到线报，7月初伫桃园机场掠到一桩人体运毒案。这名法国的观光客以1抓10万块台币的代价，对泰国运毒品来到台湾，原来是把这毒品吞到腹肚底。落尾警方甲人带去照电工，发现讲一粒一粒拢是毒品，用5天的时间安排伊食瀉药，甲这毒品排出来，拢总有1.4公斤，市值超过2000万的海洛因。桃园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警方甲移民署警员当日确认这名穿白衫查甫人的身份，甲来台湾的目的。高雄市警方7月初接到线报，讲有人用人体藏毒的方式跨国运毒来台湾。伫咧叫头地检署的指挥下，成功伫桃园机场查到这个50岁法国籍的查甫人，送去病院照电工，果然看到肠仔内底拢是一粒一粒的毒品。买手用5天的时间安排去食瀉药啊，甲排出来，全部拢是一级毒品4盒啊，重量要到1公斤半。市价超过2000万。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膜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1级毒品海洛因。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甲毒品底做6公分长、2公分宽药丸啊，吞落去腹肚，用一抓代票10万的计数，对东南亚替人运过来台湾。虽讲包装添甲真侪严，不过医生认为实在是无爱命，因为毒品丸若破去，肠仔吸收到毒品有可能会无命，而且做一摆吞100多粒，肠仔嘛有可能记载袂掉。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阻塞而造成肠胃道的破裂。那当肠胃道破裂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腹膜炎，而这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表示，到6月底为止，今年的走私毒品案件已经查到3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件。这回抓到这个法国籍的查甫人，自去年开始已经用观光的名义线线来台湾4、5届，深受牵涉到不法的行为，现在相关单位嘛等来追查。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呢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就家长指控老师会虐待囡仔，甲囡仔扇嘴皮、扒头，无互囡仔食中昼。这幼稚园大细含男做一伙伫咧一班内面，24个、23个人呢，就10个囡仔互人不当对待。家长是不满这幼稚园的处理方式，阁想要暗砍，也批评这台北市教育局拢无也无紧。真侪家长出面艰苦甲流目屎，唔甘囡仔伫咧厝里，行为变甲无共款，定定半暝磨喙齿，做恶梦做甲精神。尤其是无想要上课，控诉一切的原因，就是台北市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艺术不当管教。我们看见孩子在幼儿园被粗暴的拉扯、不当的打骂，甚至我自己的孩子是被老师用打巴掌的方式处罚。老师经常刻意的将孩子孤立在角落。甚至是午休昏暗的走廊上，老师请他到走廊去，用像狗一样爬的方式，还有蹲下来走的方式，来回在走廊移动。家长串联指控老师会对囡仔肢体暴力，像讲讲究、讲拖、扇头、扇嘴皮，阁无要互人食到，阁有真侪无合理的处罚。全幼儿园的幼幼班，也阁有混龄班，23人内底超过一半有12人受害，出现超过40件疑似牵涉不当对待的代志。对比基隆市政府，我们什么都没有安置也没有，辅导也没有。面对整个的代志，家长质疑园方无要无紧，甚至挑意来暗砍。嘛不满教育局按幼儿的安置、心理的辅导、调监视器，也阁有对涉案老师相关的处罚，各项代志都安尼拖拖刷刷，卡手有够慢。目前为止，就是说我们查到的行为人是2位老师啦哈，那这2师就是我们第2位也请他停止。台北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已经初步清查，将2名老师停职，袂使搁入去学校，嘛已经先对幼稚园这边延前通报罚3万块。数日内完成访谈，也有相关的调查了后，只要确定不当管教，行为人上当会去用罚，终身袂使搁任教。若负责人，也有当初知影代志无通报的人，拢有连带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是年度的天文大楼，拜一的时阵呢，台南七股有一个爸爸带高中毕业的后生呢，去到水门边啊钓鱼，囡仔趁苦闹的时阵走去耍水，却无细里跋落水，人失踪，到今也未找到人。海鹰拍上花边，消防海巡所有人员一直来回行，要找失踪钓客形影。经过了解，13下晡有一个少年人对时大来遮钓鱼，那像是因为无熟悉在地流水的变化，无小心跋落海底找无人。搜救单位接到通报了后，开始搜救。伫出海口有发现失踪者的鞋啊，敢若唔望会当赶紧有好消息。但是困难点就是说，他现在场域太大了，然后他有不知道卡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也是难以搜寻。然后我们就借助空拍机。代志就发生在台南七股区丰盛小四坑水门这带，搜救队对发生代志迄天一直到15透早，继续咧岸边海面和空中扩大咧找。实际转去到现场，平常时毛白少钓起来遮，这几天拄好撞到大楼，流水的关系尚无差2公尺。在地钓客嘛坦白讲，这段期间的水流真强，袂使讲笑节。无可能过掉了。迄边迄地皮是上海一边迄水门地，伊个水门地就在地边。啊，对。要安怎讲啊？安全，家己本身安全来顾啦。西南部沿海的东石还有布袋的潮位，在今明2天在满潮的时候，潮位会高达大约1.7米左右。那北门将军到安平一带，大概也有超过1米的潮高。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呼吁，这几天拄好是天文大楼，也一直到拜五，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唔爱注意海水倒灌，民众嘛爱提高警觉，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桃园昨下晡呢，有这雷公好直播，民众把伊的这个过程铺伫网络顶头，讲伊呢伫咧冰顶骑奥托巴说，因为淹水，伊要倒弯的时阵无细力，就跋入去水沟内面，毋过又随爬起来继续骑，加在无受伤。那公所表示讲，会赶紧来改善，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大路顶积水严重，这水安尼落，网络顶有网友分享家己的行车记录器画面，讲伊骑倒摆经过遮倒弯的时阵，无想到讲规个人连人挂车摔入去沟仔内底，无偌久，伊搁家己骑起来，伫网络顶引起大家讨论。昨天淹水啊，这边有骑士掉进去，会不会觉得很危险呢？会。
就是昨天因为这边有淹水，所以我觉得掉进去蛮危险。你也常常走这里是吗？哎，对。代志发生伫桃园平镇的红圳路顶，10时下晡，中央气象署对桃园发布大雷雨的即时信息。阿尾阿嬷家就已经积水淹水真严重，忽然间这雨落甲遮尔大，甲这山甲顺枪离开，就2个机车骑士徛落遮摔地沟内底，区公所嘛派人去慰问甲了解。后续的话，这边下大雨的话，会有什么防范措施？目前的安全交围措施呢，改成我们的以种为里，然后在转角部分用行人护栏，然后保障行人通行的视野。机关接到侦情嘛，调集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勘，目前只是咧做水沟，会伫水沟边采铁围墙，若是挖角的所在，会用阿鲁米的护栏，互大家看较会清楚。现场嘛安抽水机，互道路莫阁积水，嘛互骑士莫阁徛入去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万里溪崩山潭，目前是发布黄色警戒，今下晡3点的时阵，离这警戒水围村1米6尔，水随时拢会填出来。那林保署花莲分署下晡伫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讲，按说明仔载暗时8点呢，要发布这红色警戒，强制撤离，溪水满出来时间会伫咧17早起8点。警车一个驶来，一到3点外，花莲分局的警车伫咧放送，当地民众赶紧撤离。自从6月2日发现崩山雨了，花莲蔓延几个村里，大家就提心吊胆。黄色甲红色的警戒解除了，搁再发布。因讲安尼撤离转来来回已经几多遍啦，为了安全也无法度，而且这边可能是红色警戒。一股一流的时间一直在往后递延，很多的乡亲上面有很多的无奈。民众了解，这是为了因的安全，不过也是希望代志赶紧结束。林保署解释讲，晚后出来前24点前后发黄色警戒，前12点前后发红色警戒。发布的根据是有高雨量、山谷变化大，俩上严格标准。山区的这个降雨的预测就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它可能会就是局部降在某一个区域，在风险的评估上，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比较严谨。顶回包围风台内崩山湖的水无满，淹过流入来2倍水量。林保署认为这边满流有较确定，因为15下昼已经到95%，下昼中央市灾害应变中心花莲分署根据最近水流入来量提高至发红色警戒时间应该是10日，可能会到达警戒值高层。1086的前12小时，大概就是7月16号的20时。指挥官桂典成确认，崩山湖满流出来时间可能是17日早起8点。林保署解释讲，爆体几号外形也个材料组成拢无确定。即马虽然评估是条板一流出来无色，不过是不是出现几个崩溃，也个会监测。中央提醒讲，即马已经进入一流进程的关键时刻，211位保全户拢已经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地检署侦办细号营造业者涉嫌透过围标等方式，摕到这基隆市政府的公共工程，甚至涉嫌勾结这国民党的市议员詹纪贤，利用这议员的建议款去冒工程，而且污洗这的公务人员。那这检方今去超市政府市议会顶31大，也约谈涉案的这议员，也有这中正区长等17名被告，专案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来侦办。基隆市政府采购中心人员照常出入入，不过气温说了啊严肃，因为检调透早内只所查，个案涉案的公务员带走。基隆检方接到证据，幸好营造业者涉嫌用白标、围标、施补工程款这款方法，标入市府的公共工程，包括采购中心公务处这款单位，总共拢有人涉案。15指挥廉政署调查局搜查市府市议会顶31的所在。市政府各局处长时间积极配合检调单位。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也应该要做的，就是各局处都在积极配合司法单位的一个了解跟追踪。检调局发现，担任基隆市义消顾问信号的业者，涉嫌勾结国民党市议员，也就是基隆义消总队长詹纪贤，利用议员建议款包工程，涉嫌污洗中正区公所人员。这届毛所查区公所按报区长等人带走，总计约谈被告17人，证人7个人到案说明。每个议员在
问政方面也好，或你平日的行事作风也好，其实在选区都会有所耳闻。希望说，司法能够勿枉勿纵。我觉得要去厘清清楚议员配合款跟其他的公开招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反正到登记之前，这种事情估计还不止这一件吧。根据地方人士讲，这件弊案哪像牵涉市政府为了路顶甲拆除旧校舍等工程，因为陈纪炎因兜嘛是政治世家，政商之间的关系真深远。这个牵涉弊案，恐惊会冲击到伊要拼议员连任。目前部分的涉案人已经移送地检署复讯，专案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外省专法7月2日要施行，Uber Eats 10个公布讲，这外省员的有4大保障，除了逐场订单45块起跳，薪资也依照实际外省时间来付钱，而且会建立职灾补助和独立的申诉机制。不过外省员是认为讲是安尼讲啦，不过安怎计算也是爱看平台公布为准。另外有店家是讲呢。对这个月开始，Uber Eats已经把这店家抽搁较侪钱咯。新制度实行了后，这个钱拢会变做是消费者来负担。豆花甲配料一个一个放入去碗内底，卖豆花业者讲，7月开始 Uber Eats 通知讲要甲抽成起到35%。业者讲，这应该是平台业者因应外省专法要实施，业者这边嘛只有调关平台顶面的定价。抽成它就是有直接调到上限去了，相对客人要负担的很多，那我们店家也是被抽的很多。那如果店家不调整的话，就等于卖一碗赔一碗。Uber Eats第15日宣布讲，因应外省专法实施，2日开始对外省员有4大保障，包括基本薪水符合每一场订单上少45块，佮加上实际外省时间的费用，符合基本工资的1.05倍。接单卡有漏站的信息，另外对职灾保养保费专业补助，有申诉机制。很难取餐的，或者是很难配送的那种，也是都是在浪费时间。平台说了算，那说实在有没有保障到我们这些司机，其实不得而知啊。近期平台一直宣称说这个可能还会跟这个外送员收取这个委托费，那我们也在静观后续的发展。外省产业工会表示讲，我会观察新法实施了后实际运作的状况，实际去问消费者有人发现，虽然交钱参加会员方案，满月会当免运金，不过佫会收一条服务费。看到价格就会觉得，那干脆自己去买。所以如果还有再调涨的话，我确实可能会比较少使用，不太能接受，但是还是会点，因为学校就是也买不了其他的东西，只能叫外送。外省专法特别实施，由交通部负责的外省平台服务定型化规划，应记载甲袂使记载事项，按算后礼拜5个，后个月送行政院审查，机会伫后半年实施。交通部表示讲，会开较侪时间来定草案，是因为爱和每一个平台消保团队这个单位沟通，摕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年游子的风波也未收煞，卫福部长赵忠良今表示，预防性落价就是要确保食品安全，唔是代表所有产品拢有安全记录。未来伫这食安制度顶头呢，会强化源头管理等5大方面来精进。那卫福部处长林正义今表示，有去推测讲，可能是这黄豆含制停拢有问题。那食药署在今日公布福寿服务泰山的下游业者清单，当中有1006间的业者受到影响，回收7600多吨的产品。中年游子验出致癌物质苯片 P 的事件，食药署伫咧10月公布上新的进度，包括福寿、福部、泰山下游的业者受影响的清单搁再扩大，新增加646间业者，总共1006间业者，其中有一寡真有名的业者，包括之前已经公布的全联、乐雅乐、好乐迪、国强精华、联华食品、何秋长发声明，经过清查，已经甲相关油品封存，也无搁再使用。食药署也同步更新5批不合格批次，福寿、福茂、泰山油品下游业者清单，总计有1006家业者。食药署统计，中年5批无合格配合相关产品总共下架1661.6吨，其他配合有风险下架6020.6吨，总共7682.2吨。因公业者继续盘点，数量一个会增加。对中年游资案件，
李伟也关心，到底是原料巴西黄豆有问题，也是制作过程制成的问题，不是进口黄豆的问题，所以不要冤枉进口的，是不是？我们目前认为，就是因为其实有用巴西黄豆的也不只有这一家，可是别人可以把品管做好。外界质疑政府要求业者大规模无缝性下架，恐惊影响业者的生活。不过，本片皮超过标准的原因也无清楚，所以卫福部长是重量讲，全面无缝性下架目的是为保障食品的安全，并不是所有产品拢有安全疑虑。时间制度会对强化源头管理5大方向来做。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这个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5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全面降温，刺激到这美国拜二呢4大指数拢起带动亚洲股市。就像台股呢，就收伫咧45631点，起893点；台积电呢是收伫咧2440块，起20块。分析师认为讲呢，这台积电拜四发说会财报若是真水，就有机会搁再带动台股冲关。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自2020年4月以来上大单月降幅，比市场预期较低，毋但减轻美国联准会升利息的压力，也互美国4大指数拜二全面收红。拜三韩国起6点指数拍一个收伫68751点，起1008点。台股也开悬加悬，45631点收盘，起893点，收复高一线。昨天的海力士 ADR 在纳斯达克挂牌是上涨了27%，哇，这个是大幅上涨，所以也带动了今天基体的族群表现佳，那这些都是今天台股强势的原因。因为最近外资地期现货大部分偏空操作，拄着15台指期结算，台指期净空单为拜二83000外口，小可降到拜三79557口。外资对台股走势信心也未全面回稳，暗过伫台积电发说会前一天，台积电股价已经先行悬，开盘2425块，盘中上悬2460块。尾盘起势降温，收伫2440块起10块。根据路透报道，台积电发说有希望写史上上悬单季获利，连5季刷新获利表现。专家认为，这拢是关系 AI 需求、半导体产业景气，也有科技股未来走势信心指标。苹果也好，其他的这些设备厂也好，它的晶片如果要能够大力的生产。好大量的生产，它还是必须找台积电来帮它。这个优势短期内很难被超车。分析师认为，拿出了台积电发说营收出比市场预期较好的消息，上修资本支出，有希望互外资重新买回台积电，有期拜五台股有机会搁创悬。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公布2024年240间医疗院所的财务报告，这南口的中期病院赚37亿外，连续9年呢，拢是这提赚上介济这个病院。不过，这癌症的专职病院却拢伫咧了钱，亲像台大的癌症病院了3.6亿外。另外，这医护人员的薪水问题呢，健保署分析，人事费用加起来有3102亿，偏去年加81亿。89岁李老先生今年5月向巴肚痛，到金门病院检查发现是巴肚主动脉瘤破去，并且出血性昏迷，也无马上开刀，死亡率9成。更较大的问题是，李老先生佫得到免疫性血小板低下脂肪症，营血功能真歹。好在台北警总甲金门病院合作，克服离岛医疗资源不够等各种挑战，紧急就地开刀，就将病人为关门关头前救回来。台湾医生好以后。最困难的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第一个关键是夹到主动脉嘛。那病人正在出血，你只要在出血点的上面把它夹住，整个身体就会比较稳定。病院是挽救生命第一线，卫福部健保署公布2024年医疗院所财务报告，南口中嘅病院赚37.26亿，连续第9年是上赚钱嘅病院。第二是高雄中家28.65亿，中国附医13.89亿，台北警总10.4亿，台大病院是排名第7，整体赚16.12亿。那我们也去看长庚的财报，那当然它是以股利在112年，它是拿到了36.3亿，113年就只剩下18.4亿，
所以大概就少了17.8亿。不过，目前所有病院拢趁钱，高雄公山病院医疗了上济，达到6.76亿，台大监医也了3.63亿，好心地监中心病院是了1.85亿。医界团体批评，健保署公布病院财报，干来做半途，缺少医疗品质甲医护薪水等关键的指标。除了应该要主动公布不同机构健保费用的流向，来监管快速扩张的自费市场，也应该要严议下修财报公开的一个门槛。健保署15公布2024年让健保费2亿以上，总共240间医疗院所财务报告。外界关心病院趁钱时阵，赚的钱是不是分配给基层护理人员、劳作护理人力？健保署强调，因素费用加总共2102亿，比前一年增加82亿，认为甲健保总额高成长甲公布预算约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囡仔无论课业、生活、娱乐，或者是兼职做工课时阵，拢无法度离开所谓环境。不过，网络世界有真侪风险。大小便甲便利商店业者合作推出互动游戏兼做教材，希望互少年囡仔用耍的方式来了解所谓安全。因也希望讲这份教材会当协助学校的老师，加甲学生宣导所谓世界风险。喂，你的本名叫林小可是吧？没想到本人还蛮漂亮的嘛。我已经知道你住哪里咯。游戏当中，主角敢若是在网络分享生活相片，都因为无注意到讲有翕到个人资料甲四周景致，去互千份人找到真实身份。这是由大小便甲便利商店业者合作推出的游戏兼教材，希望互学生加了解所谓安全的重要性。有学生讲，会当哪算哪注意到问题，嘛愈愿意了解愈多。他的资料外泄，然后如果需要防范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显示权限改到个人。挺喜欢这样的设计的。因为说让我们不是那种死板的看书，然后或直接用讲，而是让我们自己我们用手还有用看的去体会到。即卖少年家无论是课业、生活、娱乐，还是兼职做工课，拢离袂开所谓世界。陈小平表示，即届推出的互动游戏是对今年发布的所谓安全指南网甲延伸的，包括所谓性别社、各自挂社和工课场所谓守则甲建网络4大议题。因嘛希望这份教材会当协助校园加甲学生宣导对所谓世界的风险。手册漫画部分，我们其实已经有跟国教署、教育部那边，他们已经有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提供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下载。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办很多的一些教材使用的一些课程，然后让更多的老师们可以去来知道说，哦，原来这些素材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使用。那针对之社会所谓人权议题，监察院监委叶大华表示，目前立法院正在修正儿少权法，有特别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强化注重儿少的所谓素养能力，甲所谓环境安全。教育部嘛有在学校推动所谓教育，成立媒体素养甲媒体识图推动委员会，继续讨论相关政策。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买保险就是要预防这风险的发生。讲到这顶礼拜呢，包围风台造成北部停班停课2天，航班也规个拢乱起。虽然有真侪民众有买这旅游不便险，不过4月施行新制度，规定讲若准无先纳出去的费用证明呢，这交通和饭店一天上济是赔2000块。这届说是有真侪航班是临时取消，根本就无这事先纳出去的证明。金管会表示讲会要求业者检讨，搁再提出理赔原则。原定11要转来台湾，飞龙机煞因为包围风台风取消，简单买到7月16转来台湾的机票，被迫加留5天。旅客讲新增加的大小费，甲伊的卡片愈甲无扩大。从12、13、14一直递补到16才有机位，然后一样也是加那个手续费的部分。饭店的部分大概平均一个晚上1万，所以总共是5万块左右。根据今年4月上路的旅游不便险内容，内底甲行程改变有关的部分，然后单期就当用上关给付金额，上关当赔到120%。不过若无大成立即的相关证明，交通大俗简单固定金额，一天赔2000块。不过即届真侪民众拢是因为包围风台调伫遐，临时决定大俗行程，根本无依赖的证明。不是我意愿啊，就天灾啊、台风啊，而不得不得滞留。那滞留住一个晚上，那吃个饭，怎么可能2000块就到顶了这样子？业务员也很尴尬，
因为是规定的。不少游客返来台湾申请理赔时，才发现拢感觉无合理。理由部落客讲，即届争议点主要是发生伫退房日拄着风台，迄天无订房。不过应该爱有随机应变的相对理赔计效。相对合理应该是参照前一天或者是行程当中的平均房价，因为出门在外，如果又是在机场附近，房价呢往往会冲破2000的上限。那期待有更合理的讨论以及方案。因为就是滞留而产生的那个，他可能还是会去住饭店嘛。那这个部分，这个时候到底是用实支实付还是用定额给付？所以我们就请工会去做一些条款上面的检视。金管会回应，对新制上路了头一摆拄着风台衍生的理赔争议，会赶紧要求业者检视条文，提出统一的理赔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有航空业者要推出这台中往回韩国首尔的直飞航班，为了要行销咱中部地区的观光，台中、彰化、苗栗、南投4个县市政府呢，做伙去到韩国拼观光。南投是利用特产茶、咖啡、温泉，还有原住民文化，要来请韩国观光客来这行大。第二个，韩国民众对南投的青龙体验南投的药草。体验 DIY 消透压力的活动，青龙安志远讲韩国人的工课压力真大，介去森林消透压力，带好南投真侪树仔搁得拿。另外，伫外滩的饭店业者嘛观察到，韩国人真介意才去一个所在来旅游。另外潭真水嘛真出名，这拢是南投吸引韩国的观光客的优势。中台湾南投的森林疗愈基地，那复离子跟芬多精的部分，他们非常的感兴趣。那因为韩国人压力很大嘛，那可以到中台湾来这边舒压。接续台中跟韩国有更多直航班机，提升旅游量能，期待带动更多观光产业能量与旅游产业提升。因为台中的国际机场直飞韩国航班一直在增加，为着行销中部的观光，台中、彰化、苗栗还有南投4个县市的政府嘛做伙去韩国来拼观光。南投县政府除了去收集韩国人介意的旅游的方式，嘛是韩国的首尔放广告，让韩国人知影台湾的中部真侪所在好耍的南投，而且会当来南投来佚佗。韩国的旅客来到中台湾非常的方便，可以说是起飞即到家的这个概念。我们也有带着爱玉纸到当地展场那边做 DIY， 他们就觉得蛮惊讶的。那这些业者去了，知道说，韩国的这些游客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回来会针对这些韩国他们民众来台湾旅游最有吸引力的一些元素来做一个加强。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未来会一直看重国际市场，透过国际旅行展览、媒体的宣传，还有业者交流等等的多元的方式，积极拓展国际的客源，提升南投观光的国际视野。记者安秀南投报道。来看婚礼面拿来讲，起这山区呢，早起有真侪举办业，上届这时阵呢，1分钟记录到608只。高速公路局早起9点呢，赶紧把这国道3号上北252.5公里到251公里的路段，挂线车道封起来，要让这举办店来陪经过。这也是举办店监测20年来头一届伫7月就出现遐尼大阵的记录。15日早起，国道3号拿来德口段规群的举办点飞过国道，工作人员无用持手中的记录器，这也是20年来第一届伫7月份会当监测到大量举办点的前线。目前记录到的6分钟上侪有到608只。今天最大量的每分钟有608只，就是它的10分钟内有6000多只飞过。那预计今天的量应该会有好几万只的举办点从这边经过。这10几年当中，我们对整个紫蝶我们保育有成了，所以留蝶跟新蝶，可能因为是天气异常，连续好几天的强降雨，他们在山谷里面受到惊吓，所以说现在已经在大量的来迁徙。台湾举办点生态保育协会表示，最近接到未少志工通报，发现真侪举办点废物。除了因为7月初垦丁大部分有可能是为垦丁买过来，嘛推测讲应该是5月、6月的黄酸雨水有较饱，互顾客拿来山区的搬量木大了袂歹，2台举办点顺利生拖来清刷。在梅雨季节的时候，今年的梅雨季节的雨量很丰沛，
所以它让后面的盘龙木它的基础植物，就是说花的嫩芽花的很好，它的子二代它的下一代的幼虫，它的食物很充足，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出现。台湾芝斑蝶生态保育协会嘛讲，2009年800风灾，迄当阵9月嘛捌大爆发，不过伫7月爆发是20年来第一摆，而且这届有8成是新污化的个体。不过因为国道防护网伫6月已经拆除，为着避免芝斑蝶火车到过高公桥9点，紧急甲国道外车道早起来到12点，希望会当互芝斑蝶顺利飞过。记者综合报道。咱讲食蚵会有好处咯，来看这屏东九如的农会协助农民使用增加果子甜度的假肥来蒸蚵仔，所发度种出一粒8斤大蚵仔，是一般蚵仔3倍至5倍大。咱做伙来看卖。40嘛，到这边40公分。用手量落长度40公分，一只手提无法，要用双手才摸会起来。这粒外形像炮弹的物件，其实是蚵仔。九如农会辅导农民改种，经过8个月的种植，培养出新款巨无霸蚵仔。上大粒的长度超过40公分，重量超过8斤，是普通蚵仔的3至5倍。民众拢讲毋捌看过这么大粒的蚵仔。大蛙鲫也是很大，番薯也是很大。现在是芋头也那么大，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不是巨人超商哈？九如农会总干事强泰文讲，一般种蚵仔是使用技术肥料，毋过拢会带着叶仔含花。农作物更加有虫害，试用增加水果甜度的假肥，发现除了提升抵抗力甲品质，佮帮助作物生长，才会发出这么大粒的蚵仔。进前试用伫豆荠和番薯，拢发甲比正常的大几6倍。这届协助农民试种，算是成功改良。这淀粉那是要成熟时，你钾肥大量给它供应，还有元素够的话，就会长得绵密而且巨大。钾肥有够来讲伊纤维少。反正营养衣料，伊纤维无，佮烂成这蚵仔规条无蚵底。总干事表示，虽然蚵仔发甲这么大，但是切开拢正常无拗，肉盖饱，口感松绵，食起来和一般蚵仔同款。农会希望持续辅导农民，提升种植和压肥技术，种出更较有特色的农产品，替屏东农业打造新的价值。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今仔日伫台南有一个找找白色基地的展览，是成功大学历史系经过6年的收集，用台南市城代发生过的政治事件，透过地图、甲时间、人物、地点串联起来，带民众重新熟悉这个城市的白色恐怖历史，也展现少年人投入公共历史甲人权教育成果。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布满很多线，那比如说有红色、黄色的线，就是它会在点位之间做一个交织跟连接。工作队成员看看甲民众了解展览要安怎看，会当看到啥？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对6年前开始，针对1950年代清代师生捌牵涉到的白色恐怖事件去收集资料，透过少年人的角度，甲这资料重新整理，甲时间、人物、地点串联起来，做成故事地图，方便民众去理解政治案件是安怎发生的。你毋是敢若知影这前辈受难的结果，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工作队毋但做故事地图，佫会根据地图的内容去办人权小旅行，其中的旅行路线去年也佫成台列入通识课程。这届展览头一区是用700几学生的参记感想来设计文字群，那点顶悬的字就会出现时代背景甲学生的看法。另外，佫有一区是用声音来展示，有模拟，嘛有政治受难者亲身来讲家己的故事。陈清生前辈，生哥他目前人健在，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甲展览选出来效果举办，5万户更较侪人来关心参与转型正义，知影珍惜即阵的自求社会。城大教授谢树恩讲，即马有足侪政治档案农业的整理，若准讲城大会当安尼做，无得较其他所在嘛会使比较办理。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
听人讲吼，你要得奖是无一定，不过这意外三不五时地发生。来看这条新闻，是袂输是拍电影翕一样。这希腊一只飞去德国的瑞安航空的飞行机，车闸的时阵呢，因为这飞行机舱的窗仔门强落去，一名61岁查甫乘客中风死去窗仔外，加在伊的太太和其他乘客有解扭掉的，无来飞出去，也无造成危险，也因为伊受伤真严重，目前也搁伫咧治疗。 Evo, to je ta slika koju su slikali, to je taj prozor gde je moj muž do pola virao, na ovom sedištu je sedao. Ja sam bila ovamo preko puta njega, ovaj prozor ga je izvukao na pola. 上汽先生卡罗维奇发生事故的惊险贵宾马克西莫维奇，甲即马议员心惊惊，伊表示，顶礼拜70暗晡2人坐爱尔兰联航瑞安航空为希腊回德国起飞差不多10分钟，飞过马其顿顶悬的时阵，向传出真大声音，先生边的窗仔落落，强大的气流将坐伫窗边的先生顶半身输出去外。 好加在坐伫先生身躯边的女乘客，加走道的太太，甲另外一个赶来协助的男乘客，3人将其由飞机舱成功救回一命。马克西莫维奇讲，迄个时阵，伊心内干的一个念头就是要死斗阵死。目前卡罗维奇伫病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医师医院咧继续评估伊的伤势。Pomogao nam je, vratili smo ga, faca mu je bila skroz izobličena, ruka, krvi bilo svuda, i uši, i oči, nos, deformisan je bio baš skroz. 代志发生了后，班机马上紧急降落，个月头等于希腊的起飞机场。希腊媒体甲机场消息人士指出，初步检判可能是引进零件落去，拍到窗仔，互客舱失压。160 ljudi je bilo u avionu, ne znam koliko sad tačnu cifru. 160 ljudi je bilo u avionu, pa neko mora da odgovara za to. I neproveren za put. Pa pođete autom negde pa proveravate gume, motor, vodu u autu i ne znam ni ja, ne avion sa toliko ljudi. 这班机是波音737客机，波音公司表示，在配合马其顿调查事故原因，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欧盟航空安全局甲希腊检方拢已经介入调查。这部事故的安保已经请律师协助后续求偿。另外，虽然航空是证实这事故是真的，不过表示正式调查完成进程，未过对这事件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公司新闻新竹被编译。 看到这罗西亚乌拉尼地区第一大城叶卡捷宾堡附近的商店呢，对6月到单呢，因为这落大雨，河水规个涨起来，对了有数百人撤离，甚至是上万人无电通用。另外，这南美洲的地理根据着这世界气象组织的警告，总统下令对10个地区发布预防性紧急状态。 罗西亚乌拉尼地区首叶卡捷宾堡甲4个位的城镇，按6月到7月连续拄着大水雨，其中6月份累积的雨量是永年平均的3倍，创下40年来的新高。真侪民众爱像安尼坐工程车，才有法度脱困去安全的所在。除了撤离几啊百的民众，还有大概1万人面对失电的状况。 Мы получили задачу работать в селе Килачевское. За день было эвакуировано 54 человека, в том числе 18 детей. 外电报道讲，叶卡捷宾堡4个位的城镇，有真侪社区街路甲将近100个路段淹伫水内底，几啊条桥叫大水冲掉还是酸断，上少有27个城镇对外的通路完全断站。 和罗西亚叶卡捷宾堡同款进入紧急状态，各南美洲国家地理主要是针对世界气象组织所提出的超级性能现象警告信息。地理政府对国内10个区域发布预防性紧急状态警报，要预防强风大雨，还有土石流。 Siendo una eventual crisis climática importante, nosotros podemos hacer medidas de mitigación, medidas de advertencia a la ciudadanía. Esto ¿va a evitar todo? No. 另外，地理气象局嘛预测会有一波威力极强、威胁极大、横扫地理中南部的暴风雨，伊毋是普通的落雨尔，伊是时速70公里的强风甲强降雨，各山区山仑地带的强降雪甲暴风雪。另外，加拿大多伦多甲英国伦敦拢拄到异常高温，其中多伦多地区是摄氏36.2度，瓦近1995年36.8度的历史记录。 伦敦是正啊出现35度的小影，伫14、15两天，虽然温度有略仔降低，嘛是直直冲破30度。
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1 in 5 years, we didn't reach 30 degrees anywhere in the UK all year. That might be seem quite surprising now. 专家嘛再次提醒讲，异常气候对着客家农业拢有直接的影响，唔通看轻伊对日常生活的冲击。亲像统计意大利北部的暴雨，原本是当地农业的生命线，不过高温除了互溪水快速打气，嘛致到水藻这块有害的食物大量生碳，另外水中含氧量伤低，嘛威胁到勇士企业的生存。公视新闻是家人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6度。宜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在过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